我唔係唔揀香港嘅女仔喎，我係冇能力去同香港嘅女仔結婚喎。咁我冇樓啦，我冇車，我冇乜存款，我人工唔算好高，好多香港女仔都未必會去考慮我哋咯，可以話係。或者一講到呢個問題嘅時候，好多香港女仔都會覺得咁啊，咁佢都好無奈㗎。咁佢就會有一個諗法，可能就不如我揾嗰個好啲㗎啦。覺得香港嘅女仔對男朋友要求係好高？係㗎，高㗎。要求啲乜嘢咧？要求啊，有上進心啦，細心啦，揾到錢啦，有能力咯。對生活有少少追求，所以先相對地會對男朋友嘅要求高啲咯。有啲女仔就會係物質，但係有啲女仔就覺得啊，同得你一齊就要有一個穩定嘅收入，譬如收入啊咁樣，先可以俾到安全感你咯。係啊，先可以見到個將來咁樣咯。我覺得係男仔唔夠叻嘅，喺我角度，因為我覺得即係進步嚟嘅啫嘛。即係如果你一刻你唔去進步，咁就係淘汰咯。我會覺得係咁。大陸嘅女仔樸實啲咯，比香港實在啲咯，同香港嘅女仔比。揾緊3000蚊人工嘅人，佢唔會去望住我今個月想買個6000蚊嘅袋噶嘛。佢可能想要求嘅就係我有部200蚊嘅電話，咁就已經足夠。或者佢覺得我食咗一餐150蚊嘅飯已經使好多錢。作為一個老婆嘅質素係一定好過香港女仔。佢哋可能冇香港咁先進，冇咁繁榮，可能好多喺外省嚟嗰啲農村長大鄉下地方啊，佢哋好細個可能已經要出嚟幫手做嘢啊，要去捱苦啊。我覺得國內嘅女仔係溫柔啲嘅，係啦，香港嘅女仔都係溫柔，但係因為喺呢個環境入面，溫柔係行唔通啊。香港女人係真係其實係要好硬淨，所以表現唔到咯。我覺得香港女性啊，身材冇咁好咯，大陸女仔好啲嘅啦，通常都不過大陸女仔嘅，我自己覺得內地嗰啲女仔就文化水平冇咁高咯。咁我唔相信每一個人都一樣咯，可能大陸女仔都有啲係為咗追求某啲嘢，咁所以先會同你拍拖，咁呢啲嘢唔知咯，係啊，所以唔可以一概而論咯。香港嘅女仔佢貪錢同大陸嘅女仔個貪錢係一樣嘅。但係你喺香港嗰個生活水平，佢嘅生活指數，可能佢要貪嘅係貪一座幾百萬嘅樓，貪一架百零萬嘅車，貪你個人工要有10萬20萬一個月先至 fulfill 到佢。但係我喺大陸嘅時候，可能個女仔只不過係貪我有10000零2萬蚊一個月嘅人工，我每個月可能俾到6-7千蚊佢使，咁佢已經fulfill到佢個貪心啦，咁性價比上係抵好多。如對本節目有任何意見或者愛情個案提供，可以將問題或者自拍短片 email 到ontv@on.cc。